我传统的做法，做的屋是安哦，未挑起的屋，会呼吸的房子，不会当通房子亮牙哈，全部一天未笑气啊哈，一天笑些一天冲光上，个先人的智慧啊，先人的智慧啊，好过，几天来做到，了个。到东家位一点过为所，一切按照空被调起被烧起被做这些。好，大个要蛇行啊为所，尽量按对为所按蛇空啊，也能通风通出去。个通风些也要加技术咯，唔系淨係按所，一定要斜降出咯。風空係斜降出咯，水拍落來唔係掉落地板度啦，即係窗亂發咧，空眼太電唔係拍當落去嘛，嚇。以前的表我不表带啊，就是，哦，那是先人的智慧，啊，这个师傅的智慧是教下来用的，所以那文化部在台个呀，挺热心啦，我这个传统的呀，都消失掉了，都会没有了，没得了，都会没得了。其实香港在教几多啥讲，用白人做的，通常可以讲没得啦，全世是没得啦。通常也唔曉得做咧，傳統樣板做咧啦。當到佢個些做了傳統嘅，佢唔曉得做咧，因做上冇法做這種做風水啊，風水做幾年間就流開咧，話流水，話必貼，冇是馬家話留下來慢白糊糊，木炭前面唔好空氣唔好，做唔得，是。下部係cái cái風水係就用瓦片片落去，風來打線泡落去，還是馬家抹落去，馬家抹好似鋪個塑膠板、塑膠布啦，鋪落去啫。我幾年間呢，人家條當來些個馬家未用啊，塑膠布讓變瓦會留下來，會留下來。韓國佬個瓦些幾樣風水風咧鋪落去呢。我必貼啦，也冇貼紙，也冇苗啊，冇買東西哈。我必貼，必到叫那些，哦吼，個係塑膠板、塑膠布係流爛鐵，其實變必嚟為所流水啦。流水先嚟，但冇流唔知啦。總之個碰到咧會流下，其實唔知道係慘咧，流過來咧會咧慘到啊。所以當人講就講，難道流水就變成全部冇當啊？拆開咧重新整過啊，就冇啲啦，咁啦。所以佢哋係要上到講跳擺嘅傳統嘅做法，80年咧，除了牙爛天啱就好咧啊，是唔是大個用班嗰種唔係流水嚟啦，好簡單啊，嚇唔係用8多嘅人望天啦，有這樣開始啊，究竟人哋這樣做天然氣啊，天然氣做個新馬屋個天然氣啊，這樣做天然氣啊，搞了後搞15沙。台中搞14沙咁樣啊，做緊搞20沙，做得做唔得，半幾時間是慢慢而家研究一步步做得咁樣啊。